好，来继续来看宜兰县民俗协会帮王来龙渡难关，订买着340位王来，搁伫宜兰的王来故乡圆山乡来举办着500人份的王来办桌。这个王来的料理煮到规桌顶，现场的乡亲食甲真欢喜。 金光闪闪的裙，直直摇，就像黄金王来甜滋滋，为真青菜的王来宴会来做开场。直直的唔免客气，一项一项的料理摆开桌，因的共同点就是内底拢有王来。有好食无？真的。 一箱一箱的王来读几排，为着支持农民，宜兰县民俗协会来到收听，只靠开定300箱的王来，搁选伫王来故乡完山乡办餐会，真正真有心。做一个带头的作用。那第一批我们先采购了300箱，那日后我们会逐批来订购。邀请咱这所有的全台湾咱的全宜良县，大家拢来食王来，会当王来有膳食纤维和丰富的维他命 B 和 C 的王来。 对健康好处真多。中国下令禁止台湾王来，严重冲击农民，安尼就家己来到收听，帮助农民渡过难关。大家做伙来食王来，相信好运嘛一定会旺旺来。